冷气团到规透早上低温南投中寮，干那7度9，拜二拜六个冷空气接续到温度恐惊嘛，剩无10度。美国华府地壳针对台海战争用到核武状况做15届推演，各美军干那5届有法度拍败中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5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关心天气，大陆冷气团到规今仔透早上冷，上低温是出现伫咧南投中寮，干那7度9。气象署表示，虽然明仔载这冷气团的减弱，不过煞了拜二甲拜六拢各有一波冷空气要来，这温度时到阁会落到剩无10度。 伫不定农场的万花亭，这风景看起来袂输敢若仙境共款。伫当地时间透早6点50分，上低温度只敢若1.3度，日头一照了，厝顶的水汽拢蒸发，庆做真侪白烟。草地啊也结霜，真做云白世界。受到冷气团继续影响，礼拜全台湾各地普遍低温是12到14度，较空旷的所在温度降到10度。而这样的低温，随着明天的一个冷空气减弱。 它明天清晨的来讲的话，相较于今天清晨就回升个1至2度哦，不过还是比较偏凉一点。各地的一个低温都还是有机会来到14到16度一点。伫透早本岛平地上低温度伫咧南投的中寮乡7.9度，11个县市拢发低温特报。虽然这边的冷气团就即要结束啊，不过伫数落来拜二加拜六，又搁分别一波冷气团影响，强度瓦郡带着冷气团。 尤其北部可能长时间温度拢偏低，中南部也要注意早晚温差较大。气象专家讲，较空旷的所在有可能温度会降到8度。我们越来越进入到12月的中下旬，然后冷空气会越来越强。在空旷地区，比如说像刚提到在南投啊，或者是中南部的一些空旷地区，不排除可能有8到10度的这个低温出现的机会。 玉山气象站伫礼拜早起也出现结霜的情形，规个白茫茫，袂输甲伫咧山顶秀糖霜共款。气象署讲，15暗到16，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的路容易会结冰，民众爱特别注意，而且也要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华府地壳头一届针对台海战争用到核武的状况进行大规模的推演，15届的推演当中，结果美军敢若有5届有法度拍败中国。另外，咱甲美国买108台 M1A2T 的战车，第一批38台团工今日下暗就运到新竹的湖口基地。 代表上强战车传出来到台湾，国军向美国买的108台 M1A2T 战车，头一批38台交予长荣货运载运。15透早运来台北港，上面咱看到货轮已经挖港，有计暗时下货，用重型拖板车运去新竹陆军湖口基地，下伫明年春节了后展开换装训练。 国军过30年，搁一摆接装新战车，强化北台湾的防卫能力。另外，国防部15发布，增设攻击4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2架次，加上共拦6架，继续伫台海4区域活动。国军严密监控，应变处理。 共军顶日伫台海西太平洋部署大规模兵力，相关台海情势紧张，也继续扩大核武。美军目检判，中共2030年恐惊有1000粒的核弹头。美国华府地壳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甲麻省理工学院，模拟2028年台海战争进行兵推，到头一摆投入核武，结果显示15摆兵推，美国只集体强军5摆。 一旦两岸真的出现兵戎相见，美方是不是真的会出兵援持，甚至是以核子武器威吓中共，都是未知数。但是战场就在台湾，伤害最大的就是台湾2350万人民的生命。习近平也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到核子武器用不得，我认为在台湾海峡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是接近于0的。 有立委认为，中共在台海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无大，不过兵推显示，共军主动使用7摆核武，也有5摆成功占领台湾。另外，中共入侵台湾，处理下方的时，上有可能动用核武。兵推报告指出，美军强化核武能力无法度吓惊中共。学者分析，美军加强远期打击中国本土能力，会当带来更较大的吓阻力度。
特别是让中国它必须迫使它必须把这个作战能力转移回到本土去，防范美国的这种远程精准打击能力。那这样呢，就可能有这个吓阻中国这个军事行动的效果。评推报告认为，美国应该甲盟友共同参详，和中共收手的妥协方案。学者表示，国军也爱加紧下步投入无人化自主系统研发，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加强高频作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双城论坛拜二就要开办，上海台办的副主任李晓东带团行先去坐鸟空缆车参观游览。上海副市长花冠明暗嘛来到台湾参加台北市府的欢迎会。也论坛办线嘛换上海平来请接到，不过是无邀请民进党的议员来参加。双城论坛即要举行啊！上海台办副主任李晓东率队的先遣团15早起先来到木山，乘坐鸟空缆车坐风至南京，也学了台湾的地理。以前来过，今天来看一下。上次大家的感受怎么样？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是夏天，还不错。先遣团一行人下晡到所在的金华饭店，拄好是17双城论坛的会场。警方烦恼讲有抗议的民众伫遮集合，已经伫饭店四周围准备障碍物。上海副市长花冠有驾16到台北，2天行程的参访公主破案园区、台北大巨蛋，昨暗时到圆山饭店出席台北市政府宴请晚宴。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场，双方来互送礼物。这论坛是17个重点。中昼由上海市政府伫君悦酒店会请北市府，不过遭到民进党议员的质疑，讲所有宴席敢若邀请国民党甲民众党议员。这显然就是选择性的邀请。那请问蒋万安所谓的越有争议越要交流，不就是因此而破功吗？民进党的议员平常谈到对岸也都张牙舞爪的哦。那既然话不投机的话，何必来吃这顿饭呢？过去我们都知道绿营的朋友们呢，对双城论坛是抱着一个反对的态度哦。那在没有获邀之后呢，那还是有一些意见的发表。那我觉得这方面是蛮有趣的。对3名一贯道信徒到中国避猎，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呼吁蒋万安伫双城论坛向中方关切这件代志。不过北市府是口说讲，海基会做袂到的，蒋万安会全力来协助。对此海基会回击，北京出版社总编辑傅查言和和中共掠兵2年啊，轰掠所在就是上海市，所以蒋万安是不是要伫论坛提出呼吁赶紧来释放复查，甲一贯道信众是家己的选择。难道台北市政府是已经接管了海基会吗？那以后是不是蒋万安来兼任海基会的董事长，不让上海的这个台办主任来到台北？那这中间我们要去找谁沟通呢？是不是有一点自相矛盾、自相打脸的感觉呢？借这个机会，然后矮化台湾，来讲伤害台湾人民的这些话，或者做出不恰当的一个动作，我想这样子大家是不欢迎。国民党立委罗志强不满海基会无能力救人，批评民进党执政了后，海基会陆委会废不化，提案要求删减海基会明年1亿2千万块的补助款。记者综合报道。电影的消息来看，高雄有民众去市场买圆仔，当去厝要煮，但落去煞是冰冰冰冰，再扒开一个看，内底煞全是包玻璃珠啊！当下是经出面来解说，因为当时受过无用，无注意到去摕到边仔样本。卫生局嘛表示会派人去稽查，看敢有违规状况。用手伫咸圆仔烫一个，烫出来毋是肉啊，是玻璃珠啊。当这要到啊，高雄北新生14到总营一个传统市场的档啊，买一盒咸圆仔转去，结果落鼎煮，发现无啥着。要煮嘛，他就煮了4颗，结果就放下去以后，因为它外面是保丽龙的那种材质，所以一放下去它就预热就融化，起了一堆泡泡。然后一捞，就4颗蛋就跑出来。咸圆仔做出玻璃珠啊，后面就拢讲去，有网友提起，可能是摕到是无样品，也不过原包装并无注记是样品。民众登去档下个当先换一盒，摊商15回应，迄天是5回一场，已经伫样品打飘头，避免类似的状况搁发生。他拿起来，然后他直接拿袋子，他装上去熟客，他就那个帮我收钱。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很忙，东西新鲜的我们再放在冰桶里面，招牌样品让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开始卖咸汤圆了。摊商解释，咸圆仔是肉啊，惊成本放到中昼会歹去，所以伫档下只放黏头甲玻璃珠啊做样品，也毋过样品伤真啊，想看实在歹分出真假。也有重量，看起来是很逼真，但是它上面有写个样品。所以他如果没贴，你会拿错？会。煮之前也要说先去摸摸看，闻闻看，再来去
做料理。就惊消费者买唔到，可能造成老大人也是囡仔食落去，恐惊造成危险。高雄市卫生局协报了后表示，样品应该甲真的食物隔开，避免民众摕唔到、食唔到，会派人到档下体查，若发现违规状况，会依法规罚。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台南东区某一间庙，昨拄好咧办12年一考的庆典，对透早5点就起价，沿途是弄鼓放炮，下晡阵头射警，佮造成附近大塞车，引起民怨。环保局表示，现场去查是拢无查到违规，嘛加这庙方来劝导，庙方嘛出面来回释咧，感谢民众体谅。乐高车甲炮车虽然是真闹热，却是伫天尾跟5点出现，互居民气甲上网路骂。住伫附近的居民嘛出来赞声，表示真差。台南东区一间公庙举办12年一考的庆典，有将近30间庙做伙参与。大量的灯头甲庙会人员，暂时天尾跟5点起叫示警，查到袂少搁伫困的居民，但嘛有民众感觉久久一摆会使体谅。好对。就安遮开啊？就遮开啊？啊，遐物早开始，才会吵到你咧困。你啦，吵到没有啦？老日进来，老日来吵着。警察伫路口指挥交通，除了噪音扰民，要暗仔电头甲车流相拄的时阵，搁造成塞车。市府接到上百通的投诉电话，庙方透早回息咧，表示有一个甲卡来抗议的民众说明。在睡梦中被吵醒，当然会很不舒服啊。那就大家将心比心呐，有跟他们稍微沟通，也就电话就渐渐比较减少，进行现场的劝导及改善。那并无明显违规情事，后续我们持续会将针对这个环境卫生跟烟火相关的违规情况进行搜证，后续如查有违规者，将进行依法告发。庙方坦白参与活动的庙真济，较歹约束。环保局表示，民众投诉的噪音问题，稽查小组伫现场有随劝导，目前无明显的违规。但部分市民嘛表示愿意尊重宗教文化，但嘛希望庙爱约束达伫，唔通互庆典影响民众的生活，失去原本的意义。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台南报道。国际上要紧，西班牙出名的卖衫牌子美国的创办人安迪克传出甲亲戚朋友去爬山涉事不幸的消息，享受是71岁。美国的创办人安迪克伫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出世，14岁对厝内人搬去西班牙的巴塞隆纳，31岁时透过兄哥的赞助创办美国第1间的店面，了后发展做欧洲上大间的流行衫公司。即马全世界已经有将近2800间的店面。转来看国内这饭店甲旅社咧欠工，开放移工来做，不过劳动部对8月底开放业者申请已经毕业的侨外学生来做帮务人员，到当所拢无人来申请。学者是表示，因为即马真侪所在拢咧欠工，学生嘛无一定爱来饭店来做。小联整理的帮务准备迎接房客大礼拜，要观光业、旅宿业复苏，帮务能力严重不足，欠工之下，旅宿业一直要求开放引进移工，也毋过劳动部8月底开放业者申请毕业侨学生从事中介帮务员的工作，到达为止无人申请。业者表示，伫毕业侨外生的使用上有真侪考虑，所以向劳动部开放业者申请聘用毕业侨外生，爱接受大专校院，也是观光署等单位累计80点钟以上的实习训练课程，薪水爱达到3万以上。其实不是只有旅宿缺工而已，很多行业都缺工，所以侨外生他们在台湾工作的选择性很多啦。如果来这边读书读这么久，还是去做公务员，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业者讲，毕业侨外生伫台湾的工作选择侪，建议三管合会当合作，由学校开设专班，吸引想要担任旅宿业中介人才的侨外生来读册。毕业了后，互业者直接聘用。侨生表示，若要留伫台湾，薪水爱会当负担伫台湾的生活开销，也爱考虑到人生的规划。我们如果留在台湾的话，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基本开支、生活费，那个防务员是不是能够支撑？我觉得主要要看那个行业别的收入，才会选择要不要做吧。
因为观光署还未开训练课程，造成非本科系交外生无法度出地自价。观光署预计明年毕业季进前来开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12月18，就是国际移工日，移工团体今仔是提早去到劳动部陈情，要求官方要重视私人中人硬要靠人的聘用许可收买工费状况。劳动部嘛强调，今年已经处理超过2800件的申诉，而且未来嘛用专案来稽查，希望会当减少类似的状况。杜绝中介插手，杜绝中介插手。大声化考核，希望劳动部注意私人中介强靠移工聘请许可这文件情况。做移工团体利用12、18国际移工日进前的假日，到劳动部来陈情，要求官方来重视私人的中介强靠移工聘请许可这文件的乱象。But until now, not all migrant workers hold these documents, and majority of us are not even aware that we have EP and TP and how important these documents are. 移工团体指控私人中介长期以保管为理由扣留移工的聘请文件，做出用新的头家、新的中介来讨买工费、文件费，移工的被迫支付这个费用赎回文件。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说落实该谁的文件就放在谁手上，不要再让中介非法扣留，并以此来剥削移工了。今天我们提出非常简单、非常具体的诉求，让中介从市场脱离。第一步就是移工的文件还给他。对此，劳动部强调，今年已经处理超过2800件申诉案件，文件拢已经还予移工啊，也对中介收费的情形进行175间业者专案查查。正继续进行中，就有这个专案的访查来改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台大、台师大、台科大、清华大学、阳明交通，今年开始已经实施一学期上课16礼拜制度。按算这礼拜期末考就会当考煞，12月23开始歇寒，一路会当歇到明年的2月14。若是这5间学校歇寒会当歇到58天，也佫有正大、中江、台艺大等学校，嘛打算对下学年开始会当实施一学期上课16礼拜制度。继续来看桃园的龟山左甲洋楼，已经将近100年的历史啊！自2016年开始，有关心古厝的一群人自愿来整理这栋洋楼，到今年今日是特别办理民谣甲念歌音乐会，希望透过音乐家来带领大家踏入古厝，了解当地故事，嘛珍惜咱身躯边的各种文化资产。天仙家我老阿婆。手担月琴演唱老先婆游天庭，台语民谣念歌歌唱张雅纯，在2019年对国宝级艺术杨秀卿学念歌。这首歌是张雅纯在艺术过身了后，望见老师念歌的模样所写的。礼拜特别来到有98年历史的左甲洋楼演出。张雅纯表示，希望会当伫这有历史意义的所在，让少年一辈的人熟悉台湾的民谣甲念歌。老先婆游天庭，迄是一个念歌可能真侪少年可能无机会去听念歌，我嘛想要用这个机会唱这个念歌，互大家听看卖哦。这届月琴民谣音乐会结合小米的观念，伫现场大家会当分享家己无需要的物件。长期关注左甲洋楼保存修复的民间团体表示，希望透过活动，互更较侪人知影爱珍惜万项物件，就亲像古厝、传统歌曲甲文化，拢需要大家做伙来重视。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所有的东西，假如它的历史场景不见了，你只能用一张照片在讲说这边曾经有什么东西。那只有现场还在，它只要还在，就能够讲得非常多的故事。民间团体表示，未话100年历史的左甲洋楼代表过去桃园龟山这个所在的建地，因自2016年开始参与保存的工作，即马古厝厝顶放甲真严重，面对抢救的危机，希望透过活动导览，互更较侪人来了解这个宝贵的所在。另外，歌手张雅纯也分享，伊认为民谣念歌就哪亲像古厝、古早物，属于较早的物件，希望大家若用无同的角度来欣赏，其实会产生无同款的感情，进一步来了解这寡文化资产的价值。记者张家嘅林玉凯桃园报道。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对12月开始到明年2月，特别选出包括台湾、法国、德国得奖的10支片，要伫咧家己的成果来报送。希望民众透过纪录片来开眼界，来了解即马国际社会当咧注意的各种议题。为高雄镇报名参加影展的民众，专心听主办单位来紹介要放送的纪录片。嘉義縣新港文教基金會邀請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來到新港放紀錄片。要讓在地民眾了解國際社會多元的議題。十部攏是得獎的影片，嘛攏足好看的，啊，甲阮台灣人或是甲这世界攏有關係，所以阮希望講甲這影片的會當個較濟的觀眾看到，啊，毋是伫大都市內底爾，無共的所在，吼，較細的所在嘛攏會使。會當提高大家對這方面的紀錄片的一種視野，啊，看較濟，看較開，啊，了解較深啊。除了放送影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還有邀請拍紀錄片的導演，甲大家做伙討論影片的主題。基金會表示，較早新港在地嘛有2間電影院，一個時代攏有看電影的基地，希望這個影展會當有較濟鄉親來做伙參與。伊拍的片真有意義啦，吼，有足濟方面多樣化的物件，較早的試驗攏無啊啦，吼，啊，所以講今日有對這個機會。會當直接和大家分享咱最有意義的紀錄片。想要看 TIDF 一定要跑到台北，對，所以就是看到網絡上有這個消息，就覺得就是雖然也沒有很遠啊，就是一定要過來看，要不然就是總比去台北好。這是新港鄉頭屆舉辦這種紀錄片影展，基金會表示影片的議題真多元，為12月開始一直到2025年2月，計共有9場紀錄片放送的活動。希望讓新港有無共的文化體驗，嘛培養少年囡仔關注國際議題。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明仔載天氣寫款來看詳細資料。北部地區13度到18度，中部地區13度到20度。南部地區14度到21度，東部地區14度到21度，大島地區11度到19度。還有未來3天的氣象。謝你收看今日 AM 新聞，稍等下請繼續收看台灣技術譜。我是志剛，那明仔載同一時間再會。